張嘉倪嘅演藝生涯同情感經歷，簡直就係一部充滿戲劇張力嘅現實版成長大戲。從初入娛樂圈做瓊女郎，到婚姻破裂後成功逆襲，佢用自己嘅堅韌同實力，書寫咗一段獨屬自己嘅傳奇故事。時間回到2006年，當時19歲嘅張嘉倪，憑住清新靈動嘅氣質，喺瓊瑤劇《又見一簾幽夢》選角中脫穎而出，成功拿到紫菱呢個角色嘅扮演機會。紫菱呢個角色讓張嘉倪迅速爆紅，成為觀眾心目中嘅甜妹代表。嗰陣時嘅佢，清潔之中又帶住幾分倔強，將紫菱嘅純真同執着演繹得入木三分。得到瓊瑤嘅賞識，就好似為張嘉倪打開咗演藝圈嘅大門。之後佢接連出演咗《微笑在我心》、《絲絲心動》等作品，事業一路穩步上升。不過，相比起同期嘅女星，張嘉倪嘅星途其實並唔算一帆風順。雖然瓊女郎嘅光環為佢帶來咗唔少關注，但後續嘅作品反響都平平淡淡。直到2018年喺《延禧攻略》裏面飾演順彬一角，張嘉倪先至憑借更加成熟嘅演技再度翻紅，再次走入大眾嘅視野。除咗事業，張嘉倪嘅情感生活一直以來都係大眾關注嘅焦點。2012年喺一次朋友聚會上面，佢識咗富家子弟買超。據朋友回憶，買超第一次見到張嘉倪就被佢身上獨特嘅氣質吸引住，之後就開始展開熱烈嘅追求。買超對張嘉倪嘅追求可謂無微不至。張嘉倪拍戲嘅時候，佢會默默去探班；張嘉倪家人去旅行，佢會主動陪同，仲悉心照顧張嘉倪年邁嘅外公。買超呢種細膩嘅關懷，慢慢融化咗張嘉倪嘅防備。要知道，當時因為職業嘅特殊性，張嘉倪對感情一直都持謹慎態度，但買超嘅真誠同堅持，最終讓佢放下咗顧慮。2014年，買超喺生日會上向張嘉倪求婚成功，兩人正式步入婚姻嘅殿堂。雖然買超嘅母親曾經因為門第觀念反對呢段關係，導致婚禮延遲咗，但婚後夫妻二人經常以恩愛形象示人。喺綜藝節目裏面，佢哋甜蜜嘅互動，更讓買超寵妻成為熱搜話題。大家都好羨慕張嘉倪可以找到一個咁愛自己嘅老公。然而，呢段看似圓滿嘅婚姻背後，其實早就有咗裂痕。2022年，買超被曝出同陌生女子深夜共處一室，呢件事引發咗輿論。面對外界嘅質疑，買超一直都冇正面回應，而張嘉倪就以一句愛得起放得下嘅簡短聲明，默認咗婚變。離婚嘅過程可謂一波三折，雙方喺經濟同仔女撫養權方面嘅爭奪，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買超家族憑借住自己嘅商業資源，喺財產分割上面佔據咗優勢。張嘉倪一度面臨淨身出戶嘅困境。更加令人唏噓嘅係，初期仔女嘅撫養權暫時歸男方，張嘉倪還被傳出探視受限，連見自己嘅小朋友都成問題。但呢啲困難並冇擊垮張嘉倪。2023年，張嘉倪因為疑似參與咗爭議活動，遭遇社交平台限流，事業陷入咗低谷。不過，佢選擇咗沉默應對，將重心轉移到自我沉澱同法律維權上面。佢知道，只有自己強大起來，先可以應對呢啲困難。轉機出現在2024年，隨着社交賬號解封，張嘉倪以全新嘅姿態回歸公眾視野。4月，佢喺成都出席活動嘅時候，身着黑色流蘇長裙，舉手投足之間都盡顯優雅從容。相關話題迅速登上熱搜，大家又開始關注起呢個曾經嘅甜妹。與此同時，工作室發佈聲明稱，張嘉倪已經同前夫就仔女撫養問題達成共識，日常陪伴小朋友唔受限制。之前嘅傳聞存在唔實之處。更令粉絲振奮嘅係，佢參演嘅新劇《南煙齋不錄2》正式官宣，角色海報裏面，張嘉倪眼神堅定，同過往甜妹嘅形象形成鮮明對比，暗示住佢演技嘅突破同轉型。如今嘅張嘉倪，事業同情感都呈現出逆風翻盤嘅態勢。
反觀買超，因為形象受損，導致商業價值下滑，甚至還被曝出因為債務問題陷入困境。兩人嘅境遇對比，就好似一場現實版嘅風水輪流轉，從被質疑一手好牌打爛，到用作品同行動證明自己嘅實力。張嘉倪嘅復出之路並唔係靠運氣，而係源於佢對自我嘅清醒認知同不懈努力。回望佢嘅經歷，從子玲到順斌，從婚姻破裂到事業重生，每一步都充滿挑戰同抉擇。佢曾經因為感情受挫被貼上棄婦嘅標籤，但佢用法律手段爭取自己嘅權益。曾經因為爭議事件陷入沉寂，但佢以專業態度回歸熒幕。呢種喺低谷中積蓄力量，喺質疑中證明自我嘅韌性，或許就係佢能夠打破童話女主角魔咒嘅關鍵。如今嘅張嘉倪已經唔再係嗰個依賴瓊女郎光環嘅小女孩，佢用10年時間完成咗從被選擇到主動掌控嘅蛻變。無論係事業上面嘅角色突破，定係情感上面嘅自我救贖，都展現出一個成熟女性嘅智慧同勇氣。而曾經試圖定義佢人生嘅標籤，最終都被佢親手撕下，換以一個更加強大嘅姿態走向未來。張嘉倪嘅故事就好似一部勵志大片，激勵住每一個喺人生道路上奮鬥嘅人，只要唔放棄，總有一日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，逆襲成功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